不可能。对，对，完全不用想。搭个肩可以吗？搭个肩可以，然后活泼一点的哦。这个事情是大概连烧了快1个月了嘛，从网上那件事情快1个月，基本上这1个月所有大小的业配应该破100了吧，我几乎都不接。我本来就不靠业配为生啊，红都是一时的啦，那个都一下下那个风波过了就不会红了，那个不用去 care 那个啊。看什么东西？要想看看吧，也是要想看看。对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我有我的本业要做，我不能因为我有很多员工，还有那个，我不能因为我自己这样，然后就叫他们自生自灭。我如果这样一脚就是踏进来，那万一没有红了，万一不如各位的预期，万一不如我自己的预期，那我不是很倒霉吗？那我前面努力经营这些事业，是不是就付诸流水？所以我不会去莽撞的做任何决定。也是有一些奇奇怪怪的啊，传一些裸照的，还是什么怪怪的那一种，我还是会看啊。对啊，就看一下这样就删掉。因为那时候事情发生之后，我曾经有传个讯息跟他讲说，你不要再照你自己的奇怪的节奏，再去继续把这个社会已经够混乱了，不要再继续这样捣乱了。所以他后面。怎么讲？他要做一些决定，还是有记者怎么问的时候，我会跟他讲说，你怎么去处理跟回应比较妥当一点。毕竟我们已经是很长时间的工作伙伴了嘛，即便现在我们没有继续在一起，但是我能够帮助他的还是帮忙他嘛。那当然他要不要理我，那是他的事情啊。对啊，不可能。对，对，完全不用想。他有些还是会坚持自己的想法，他有时候想法蛮古怪的啦。对啊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就是他自己的圈子有些是我不是很认同的。现在没有秘密，不明，不太确定，还没确认关系。很好的友情啊。还差不多。那如果确认之后会想要再？不会。